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陳小姐啊。天盛苑咧位於屬於新界啦，咁係一個受歡迎住宅嘅區域嚟嘅。由於佢地理位置優越啦，咁側旁咧係天水圍西鐵站啦，咁樓下咧亦都係天盛商場嘅，咁周邊配套咧非常之成熟噶，咁吸引唔少咧就家庭式啊同埋年青人士嘅。咁由於未補地價啦，意味着咧住戶更加可以享受到以低嘅成本咧首次置業上車，係一個優勢嚟噶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大家一齊睇睇呢個單位啦。單位實用426尺，咁大約咧2至4人住都可以嘅。咁實體到啦，入到單位啦，咁空間非常之闊落嘅，加配你互動嘅空間，輕鬆生活又舒適。咁中間咧擺設咗個 sofa 啦，分區咗兩面客飯廳同餐位嘅位置。咁sofa 擺咗呢度，同埋茶几、電視機位，足夠互動嘅空間。呢個客飯廳位置啦，餐桌可以擺到4人坐都得嘅。咁呢一邊咧入門口嘅左手邊啦，咁就係廚房位嚟噶啦。咁洗衣機擺咗呢個位置，咁亦都有多格嘅儲物櫃。廚房咧現代化設計 L 工作平台啦，咁企2個人都可以嘅。容納到啦，咁做咗黑白色嘅櫥櫃啦，咁多格嘅儲物空間亦都好足夠。咁呢個屬於浴室位啦，空間非常之充足嘅，有鏡櫃啦、多格櫃啦，咁保持得好乾淨企理。咁亦屬於企缸，有窗。咁主人房非常之簡潔啦，以白色為主啦，牆身咁同埋擺設咗一張大床嘅。咁窗戶咧充足自然光線，享受到舒適嘅生活。咁 Hello， 咁而家同大家做一個總結啦。咁喜歡我今日介紹呢條影片咧，咁帶大家實地睇睇啦。咁能夠可以幫到你哋揾到心儀單位。咁仲同時咧，如果你身邊有個朋友仔即係想揾居屋嘅，咁可以推薦一下今日我介紹呢條影片啦。咁講到呢度，咁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點讚啦，多謝晒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